人想要是美食，就想要得到幸福享用。不过，可能唔知，全球当然会大宋体嘅食物有3股1股咁多，韩国台湾特产人一年制作出来嘅厨艺，韩卡系东南亚国家嘅8.7倍，老欧美享用系大宋泰国。韩国一只排泄拿出来点嘅成果，提升了一道台湾后生人。佢哋想要韩卡有效嘅来做食物嘅分配，把纯度数量按多嘅食物变做一片一片好食又澎湃嘅料理，韩国送到真正需要嘅人数方。我係復興中國嘅邱義子，我親愛食各樣嘅美食，不過我感覺到非常奇怪，台灣食物好上嘅問題啥咁嚴重。故所我希望更加了解有關春事嘅議題，如果學習到愛樣辦珍惜食物。感受食物好上嘅方法，按用未來我就有更加清楚嘅方向，繼續為感受食物好上嘅議題來打拼。啊，玉芝。嗨，桂枝哥，你好。嗨，从哪边来啊？中和。哦，真的是蛮远的。对啊，那我们走这边，那这边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的地方。那这边就是我们平常参加活动的人，然后就会寄明信片给我们。对啊，那最特别就是这位徐大哥，他是一位无家者，然后他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也会在那边写字给我们。对啊。他很常来住吗？还蛮常来的。对，他兴趣是唱歌。然后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伙伴墙，就是我们对伙伴有什么画的话，就可以就写在上面这样子。我们觉得很漂亮，就把它装饰一下。然后那我们的工作伙伴在这边，然后那这边就是阿勇。你好，我是复印商工的邱雨芝。嗨，你好，我是刚勇。好，这是莹杰。嗨，我是莹杰。听说你这次会来我们的石头汤。没错没错。加油，加油！谢谢啦，谢谢啦。刚开始是看到沙发上面有一个白板，然后白板上面竟然是无家者留，然后是在谢谢前一天晚上他在这边睡觉，然后就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温暖的地方，就是互相交流，然后有提供住宿，工作人员都是很年轻、很热血的一群人。根本应该练习生邱义子来体验嘅单位按照人生百米，一片嘅工作目標係積極窮苦照顧弱勢，韓國石頭湯就係佢哋利用純嘅食材來幫助無福下嘅人嘅一項計劃。那石头汤计划的话，我们这一开始它是一个童话故事，这就是有很多人，然后用很多食材，然后一起煮出来的一锅汤叫石头汤。那我们想要取这个计划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用大家就是可以各自用自己带过来的食材，或是我们收集过来的食材，然后一起料理成食物，然后分送给就是需要的人。那我们再常走这边。好。那你对剩食有怎样的看法吗？据我所知，就像是卖相不好的蔬菜或是水果这样子。对啊，除了卖相不好的蔬菜水果之外，就是有一些人是一次买太多，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买太多，但是吃不完的，这我们都称为剩食。对啊，那我们就想要把剩食，然后就重新料理之后，然后给更需要的人，把它分配到更适合的位置上面。对，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了解乜嘅係純嘅食物過後，惠子帶定椅子去附近嘅傳統市場，去留賣菜嘅人嘅菜數數起來。因為嗰邊有一群同潘德老人分享嘅賣菜嘅人，韓國安陽嘅食材，人生百味，每當歡喜留其他嘅社福團體向下來分享。是那个我们的雨芝。哎，你好，你好，哦，我是南极拌饭的弘毅。你好，共享健康的红子。对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就是收就是我们一起要用的菜。对。好的，那我们就走吧。今天晚我们赶快去。好。好，那个。你好。要回去再来拿，是现在要拿？现在先拿。先拿呀，好。感觉有很多蹦哇，好大，哎，来，这超重的。过来大蹦哇！我拿，这么大，救命啊！来，我来帮忙一个，这个。还有。
这是椰菜，黑菜，也有青椒，老板是我们最大户，先一点，这都他自己种的吗？他买的，他自己的，好厉害呀！谢谢。啊，对对对，好。听说我们是来拿圣食，可是这些都看起来都很新鲜呢。真是的，菜要送给人家也是不好意思的。对，老板就是要给新鲜的，对，才好吃啊。里面很认真，我对用认真的拿吃。哇，真的，人真好。爱心我也要付出爱心，跟大家一起来这边做掉。大家一起来付出爱心，谢谢到时候会变得更好。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认识的菜贩，所以我们就是到市场，然后一个摊一个摊这样问，当然是很害羞，对，因为我们首先要跨过系的那个门槛，然后再第二个就是希望那个摊商有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两三个少年仔来，老板，啊你菜单出来讲看要安怎处理，啊我家己嘛想讲，敢咪诈骗集团要来骗菜是啥？啊到尾有来，啊来再佫讲，因都要做义工，啊讲要煮互人食，讲好安尼会使哩啊，恁若要做，我会使甲你配合一下紧，礼拜四要来摕，我来甲恁传起来，啊如有啥，咱就摕啥，有啥咱就摕啥安尼。记得嘅勇士面到市场爱舒坦嘅时节，可能会有买唔同嘅食物，有所想爱熟悉起来，就唔会打上铁，还做得天数骗人。没想到赖太哥唔但将无论贵钱、无算成本，提供几条50钱含个亲切嘅强菜，市场度还抗嚟按到行山唔本人地嘅生理人哦。那我们等下有这位大姐也会给我们那个她你好这个菜，你好，阿姨刚好也是客家人的，赶紧，孩子谁？有米粉、米粉、有菜，有菜，哎，专业暖暖的就做那些，哦，谁会按奖？孩子谁？按奖，哦，然后来哦，按手，按斗呢？冇上短啦，冇上短。安好。后来我们有遇到第二个阿姨，然后她是客家人，跟我一样是客家人。她刚开始看到机器过去的时候，她就说哦不要拍不要拍。但是后来她知道我也是客家人，她就一直讲谁不会按奖啊，一直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还说我是客家人。我清欢喜做的第一次从看到宠爱客家腔用的客家人，能够遇见他们真的很温暖，亲温暖。哦，你就从头的，那我就把。带点市场泰国阿姨嘅爱心，大家吃食许多难爱的蔬菜。好。路方经过嘅係萬華路嘅路，行過來到嚟南機場沙區，一片面係特別是青路嘅國策。哎，猪妈，抱歉让你们等这么久，拍谁啊！啊，今天这么慢，就是因为有人来拍我们的分菜这样子，对啊。对，我们拿过去分，哎。那你们现在放在这边要做什么？就我们想要把我们所有的菜，然后就是分成一小袋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先给南基拌饭，然后去分发给附近需要的人，大概有15个。11个啦，哦，11个。对，阿妈。对啊。 11袋。哦，那是我们张妈跟猪妈，就是常来帮我们就是做分菜这样子。啊，所以现在要怎么分？就是每一样啊，每一样都一点啊。每一样都拿一点。对，我们就把那个都一点，然后装在这个袋子里面。好。妈，你几岁了？80，老了啦，老太太了啦。老太太了。身体还是很健康。对啊。非常健康。不会啦。眼睛有活力。你们太夸奖了，不好意思讲实话。没有。不好意思讲实话，所以说看不出来。 一隻套南機場國策地下室嘅空間，按做南機攤販。這樣時，人生百米撈其他幾隻新創組織嘅成員，橋下撈沙區 QQ 嘅地下室，改操作本居民都嚟橋下分享嘅空間。一搭嘅有沙區廚房、副處修理站、菜體試室、咩床頭底下地盤、煮食送餐、共煮送餐嘅法通，當然一片咩係濕條桶計劃嘅法通空間。 來到這個南基拌飯的時候，覺得非常驚訝，很像電影的劇情裡面會出現的場景。然後
以前到可能老旧的社区都不太会走进小巷子，但是这一次能够实际进来这个社区里面，然后跟老人家做交流啊，然后帮忙分菜啊，我觉得这都是今后给纪念。这样可能以后我去其他老社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更愿意走进这些小巷子，去发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经过伊主编嘅体验，一直接下来拜访一下后生嘅新创团队结婚。记得近半日爱留理念同样嘅厨师合作，爱伫一只餐饮留做厨嘅共创空间度，示范用嘅地方下做到完全冇打上食材嘅优良。好，我跟你介绍一下，就是这是我们这次就是从各个朋友家或者是我们生活周遭收集来的食材。哦对啊，那你家冰箱最常剩下什么？红萝卜。哦，对啊，所以我们刚好也有收集到。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食材从头到尾全部都用完。所以我想削皮吗？不用，我要跟你介绍一下。像你刚才会有认知说应该都要削皮，但是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说，就是你可以拿像这种菜瓜布的这个面，然后把它刷一刷，把它土刷掉，刷干净就好了。而且通常我们一般人在吃的时候，可能都会把这个地头切掉，但是其实这也是可以拿来食用。你可以把它切掉之后，拿来腌制，就可以做成你平常吃的那些凉菜。雨芝，那你知道这个青菜要怎么保存吗？我看我外婆家都会拿报纸，然后包起来再放进冰箱里面。但其实它最主要要保存的方法就是你洗干净之后，然后再用卫生纸把它擦干。然后对，用报纸包没错，或者你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都可以。以上林林总总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团队最主要的理念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从头到尾的把那个一整根蔬菜就是完整的利用，然后还有就是放进冰箱的时候要以正确的方式，让它可以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样子才不会觉得就好像放了冰箱之后离开自己的视线，就好像送它进坟场一样。就是要怎么去珍惜这些食物嘛。对，没错。完全利用食物，然后保存好食物，係通常食物嘅兩種重點。韓國一定要發現，冰箱係打上食物嘅源頭。故所生下來，廚師就會示範按用嘅留冰箱度未過期嘅食材，變做好食又好看嘅料理哦。全部？对，全部。因為這個活動的理念跟我相同啊，所以會很甘願的付出，就算車錢是自己掏出來的話，也是很甘願做這件事情。Let's go， go， 很興奮，因為第一次參與這樣子的活動，不知道姐友們會是什麼樣的反應，怕他們對我們不友善，就是覺得我是陌生人，所以我就會對你有防備心，我怕會有這樣。要不要便當？好，我们先来做咖喱汤汁。然后为了让它比较快溶，我们就把它搅拌一下，变成咖喱水的概念。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苹果拿进来，让它一起煮。来，然后煮的过程记得要一直搅拌。然后这时候呢，要赶快我们把蔬菜放进去，有没有颜色就变得五颜六色？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把第二位主角请来了，第二位主角优格，增加它的浓稠度嘛。你们家应该也常喝鲜奶吧？常喝，我们家只有鲜奶而已。对，所以如果你有只有鲜奶，你也可以不用用优酪乳，也可以用鲜奶来代替。对，鲜奶其实它也蛮不错的。那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用的是那个冰箱常常剩下的水饺，有没有？有，很长。所以我就会把它稍微烫一下，然后就放进去让它煮一下，拌炒。冰果嘅水饺用到鑊度略略嘅炒過，個加掉嘅調味料，然後切到幼幼嘅鹽絲嘅，就變做清香型嘅意大利咖喱餃。韓國已經變到舊舊嘅토마토，用平大鑊略略嘅煎一下，再用胡椒調味，再用一小片嘅 cheese， 用到烤上5分鐘，就變做另外一品澎湃又好食嘅料理了。有没有觉得
跟平常吃的咖喱味道不同。不同，而且会有吃到优格的感觉。对，就浓浓的奶香。对，就意大利料理的特色。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结合意大利的料理去做我们的盛食的料理，这样子。有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料理？没有哎，但是有黑胡椒香香的味道。而且它本来是不好看的番茄，可是这样做起来其实也不知道它原本是那个样子。对，其实这些都是家里的，像冷冻水饺啊，跟已经放很久，而且不知道已经有点小小干掉的香菜，对，跟这样子三色豆就可以变出这样子的料理，其实真的没有很困难呢。对，还有那个干掉的番茄，对，而且看起来还很精致。对。我觉得我应该回家的时候也会去检查一下冰箱里面是不是有这些蠢丝跟东西，可以拿出来再做利用，不要让它沦落就是丢到垃圾桶的命运。然后我学习到嘅也丢东西，我都会做到不卡分享俾我嘅阿妹，记得做啲老奶向下发扬安用嘅事情。禮拜日下晝係石頭塘計劃嘅發通日嚟，日日會有14個大學生嚟做志工，韓國用純嘅食物為無福下嘅人嚟做一餐飯。以至每天提早來聽數人生百米嘅盤稱，進行做下嘅事前準備工作。刚刚冒着大雨，就是风雨无阻的来到这边，给自己一个掌声，辛苦大家了。对，那我们今天煮的菜的话，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每个星期四的时候，都会到万华的直兴市场去跟摊商去收菜。对，我们就会收集起来，一起做成料理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料理，会煮饭的举手有吗？好，有一个，好，那就可以放心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有主厨志工，对，不用担心，不会，大家不会饿到，绝对不会饿到。我们主厨志工会带着大家一起做菜。如果有比较大叶的，帮我就是分量，对不好咬吗？对，会不好咬，因为无家者他们几乎都是老人家，然后他们菜会需要比较软一点。哎，那你们是什么样的社团啊？会是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我们是台大社会创新社。那我们社团是在关心社会议题，然后并且透过议题去实作的一个社团。然后我们会来这样人生百味这样的组织，是因为我们想要透过实作的过程去实践议题，实践这样。简单来说，了解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其实我们社团去年就有办过一届吧，就是来南基办。但是可能那一次我就没有参与到，所以我就觉得这次不管就遇到什么期末考啊什么，我都要来参加一次。也是因为听过人生百味的演讲，就很受启发，就会觉得就是在街头上常看到无家者，但是好像从来都不了解他们。我觉得这样偏是不好的，然后就会想要借由这个活动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認真根本日來參加石頭塘計劃嘅志工，都係平常較關心社會議題嘅大學生。故所主圖有當初見嘅學習態度，自然會變做一直學習嘅對象。尤其大部分嘅人都唔曉得做廚，還係當歡喜來聽聽廚師志工按3萬學習本料理嘅過程當順勢哦。今天我們有煮5道菜，那1道菜是紅蘿蔔炒蛋。然後一道是他們現在在炒的高麗菜，再就是炒地瓜葉，然後關東煮，對吧？然後有一個調理包是我們收集回來的剩食，因為我們還有收到那個火鍋料，然後火鍋料裡面有排骨酥，我把調理包跟排骨酥放在一起，就是有什麼材料我就一個臨場反應，對啊。還有正好的紅蘿蔔，全部？對，全部。可以火小一点。就是如果时间上许可的话，我都会尽量从台南赶回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因为理念相同啊，所以会很甘願的付出。就算車錢是自己掏出來的話，也是很甘願做這件事情，對吧？做好嘅料理不用到做面烘，撞到哈白度，唔過哈白度嘅料理都係用純嘅食物嚟做嘅。咩係要考慮到大部分無福下嘅人年紀都較大，故所體硬、體鹹、體油都無適合。
要保证好意唔会变作伤害。好，我们就准备要去台北车站喽。出发喽！滑街吧。我们现在刚坐上公车，然后要带刚刚做好的热腾腾的便当一起拿去北车，然后发送给街友们。跟大家一起作战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因为可以享受这种分工合作的感觉。每一个环环相扣的工作做起来才会更成功。要不要一起拿一点？好，那我们走喽。走喽。到台北车站嘅时节，一路都黑太嘅。一般来讲，基本送餐嘅团体会变较少。韩国啲老忙活下嘅人做正經第一擺嘅接觸金錢，而且對參加嘅志工還愛吩咐掉嘅事情。好，其實要怎麼開始呢？你就只要蹲下來，然後問說：大哥大姐晚安，有吃過晚餐了嗎？那我們今天有準備便當，你就可以跟對方介紹菜色。那也不一定說每個人都要聊天，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一種打擾。那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記得我們要一起行動，就盡量不要脫隊這樣。Let's go， go， 很興奮，因為第一次參與這樣子的活動，然後不知道街友們會是什麼樣的反應，怕他們對我們不友善，就是覺得我是陌生人，所以我就會對你有防備心，我怕會有這樣子。有吃過晚餐了嗎？睡着了嗎？請問有吃過晚餐了嗎？要不要吃便當？來，我們自己做的。我拿的跟你們不一樣啊。趕快呢？嘛是趕快的物件。趕快的，趕快的。拿去給別人。好還有很多，一個人只可以給一個，不要說什麼一個人兩個這樣。嗯。有的有吃，有的沒有吃，好。不要全部給人家哦。好好。給別人。對，要公平。謝謝啊。謝謝。謝謝啊。謝謝。好。哇，美女哦，漂亮，都有愛心的。謝謝了。哦。啊，今天有人來發便當嗎？沒有。今天禮拜天呢？禮拜天。白天都沒有。白天只有麵包而已。麵包。謝謝啦，哇，你們好有愛心。可以吃吃看。可以試看看。過年那個。這麼自己煮的。也謝謝你們的愛心跟準備心。其實你們時間沒有約會都出來這樣。其實是沒有人可以約。沒有對象。我們也沒有人可以約會了。誰要跟你約會啊？他沒人。哦，對，他這麼厲害。潮男。哦，潮男也有在日本發展。他說你長得像潮男。他演那個什麼，演那個短短幾20分鐘嘅時間，就遇到了各種無窮樣嘅行道和身體嘅磨合下嘅人，就像石頭堂嘅話講嘅，色彩有百米，人生沒有百米，唔過超無窮苦人一種，韓國流浪、食子、窮苦，咪係一種狀態，係人生無窮樣嘅樣貌，無窮樣嘅美事。能夠參加這次的石頭湯計劃，我都歡喜，因為做得了解到，在街上的街友，他們並不是像以前的刻板印象那樣子，可能很髒，然後都對別人不太友善。剛剛遇到的一位阿姨，她非常的熱情，就是她拿到便當之後很開心的那種感覺，這是她從昨天到現在的第一個便當。然後我們在分送這些便當的時候，心裡面是溫暖的，就是我可以盡我自己的力量，然後幫助其他人。經過一百個紀念，我做得了解到，增下食物係輕重要嘅問題，因為浪費的食物都有可能成為別人的一餐。按用嘅紀念清好，未來有機會，我會繼續參加亞洲嘅紀念。像这些番茄的话呢，因为要延长它的那个保存的期限，所以地头是往下，地头这样子放。对，没错。于是像这个番茄啊，就是我们都会看它丑丑的，那我们可能做菜的时候就不好用，所以我们看它丑丑就可能就觉得它不太好吃这样。但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处理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蒂去掉之后，然后丢进果汁机把它打成泥，然后再放进制冰盒，然后冰起来。冰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一块嘛。对啊，那我们下次就可以把它丢进菜里面继续用。对。